講下張志恒啊 Stephen 啊 Boys 嘅前成員啦，張志恒。咁咧原來咧佢係2019年7月結婚噶啦，咁啊同以前嘅 fans 歐燕文即係文文結婚啦。咁啊啱啱而家就係2026年嘅7月啱啱咧就7年結咗婚7年，咁會有7年之癢咧唔知道。咁但係咧睇嚟現年咧41歲嘅張志恒咧，可能咧喺婚姻上咧都會有機會出現紅燈或者觸礁嘅情況。咁佢哋咧生咗4年，有4個小朋友啦。咁但係咧呢段婚姻咧不停咧都係經歷起起跌跌。咁雖然咧張志恒咧依排咧就積極洗底，就轉行做搬運工人謝更新啦，又操 fit 諗住復出登台。又早前咧接受內地嘅媒體訪問咧，亦都講即係交代自己係一個好爸爸啦，即係有個第2個小朋友，有自閉症譜系同埋過度活躍性嘅辛酸。咁亦都咧喺廣州嗰度咧登台咧做一個表演嘉賓，去即係見到一個好似翻身嘅形象啊。不過咧呢啲咁嘅心情剖白咧，就辣興咗佢老婆啦。已經咧不停咧文文咧就喺個社交媒體咧發炮咧話佢老公咧虛偽，直斥咧就話咧即係消費佢個仔啦。咁已經係不停咧出現問題噶啦。咁本來咧即係大家都覺得喂，你顧個仔都幾好啊個形象，但係咧阿文文完全咧就唔賣帳。喺7月5號嘅時候咧，文文再次咧喺佢 IG post 咧以一個黑底白字發文大反擊。佢不嬲咧喺 IG post 咧都係用黑底白字嘅。咁咧，但係咧佢個內容先係重點。個內容咧就企圖咧撕破咗咧阿 Stephen 喺出面咧一個好爸爸、好老公嘅形象。因為咧佢都有讚阿文文咧係一個好老婆，肯為佢生咁多同埋好辛苦。但係佢講嘅一番說話咧，好明顯咧，文文就聽唔入耳，完全唔賣帳嘅。文文咧喺7月5號嘅時候咧，再一次咧喺佢 IG Instagram 咧嘅限時動態以一個黑底白字發文咧大反擊。咁大家唔好震驚，黑底白就係佢一向嘅作風，因為我平時都有跟開佢呢啲嘢嘅。咁咧佢就講咗以下一紮好即係絕言嘅說話啦。不要在世人面前再裝沒意義的。唔同世界、唔同前路、唔同觀點嘅人，就係要走向不同方向。你嘅選擇，我祝福你，但我唔會同小朋友陪你癲。好明顯咧，就充滿一種怨恨啊，亦都咧令大家公眾咧就覺得呢段感情咧充滿荊棘滿途。事實上咧 ，Stephen 咧最近連番受訪咧都有提及家庭，提到咧自己為咗養家咧已經係極度規律。朝頭早咧6點半出門口做嘢，夜晚咧即係黃昏咧6點鐘收工，已經即時翻屋企。但係啦，即係都係嗰句啦，貧賤夫妻百事哀呢樣嘢咧就冇辦法嘅。至於佢屋企會唔會人前人後裝兩個樣咧？坦白講，我又唔係佢屋企人，我就唔知嘅。但係無可否認，佢喺相對以前咧，佢係積極咗嘅。當然啦，文文係咪會一個要求好高嘅人，我唔清楚。如果佢唔領情嘅，即係有機會呢段婚姻咧都會出現一啲問題。不過阿佬又咁講，即係與其你喺公眾面前咧成日數個老公咧，真係覺得大家解決唔到，都係得2種情況。一係咧就去接受婚姻輔導啦，咁如果唔係就早啲解決呢段婚姻就好過咁拖泥帶水。同埋你咁樣咧，真係對一個男士嚟講咧一種傷害嘅。始終嚟講咧，有乜嘢就家事咧，最好就盡可能啦，即係有陣時我都未必做到，盡可能咧就大家自己咧可以喺自己 off record 咧傾，就唔好擺出公眾度俾人知道啦。特別你呢啲都叫半個公眾人物。當然喂，我哋啲花生友梗係想知，但係呢啲會唔會影響到你哋，即係令到大家咧影響埋啲小朋友啊？你哋4個小朋友，當然啦，你可以話喂Stephen 講自己個仔在先喎，我明白嘅，但係即係佢可能咧係要把一個溫情現象，令到佢自己嘅婚挽救啦，或者係咧想多啲人去接受佢。咁當然啦，你即係如果文文覺得佢錯都可以理解。咁但係問題，如果你哋真係 touch wood 離婚，你有冇辦法去解決到自己經濟生活咧？如果你叫
Steven 去分一半俾你，即係衰啲講句，就算分完啦，都未必夠生活。咁但係如果你哋真係要繼續堅持困獸鬥嘅，咁你係咪應該要改變心態，唔好下下咧去批住佢咧，限死佢咁樣啦？咁呢個咧就值得商榷嘅。好啦，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，大家有咩意見咧都歡迎喺討論區咧，大家研究下嘅。多謝大家支持啊！呢度係娛樂花生堂，我係 YM 阿佬啊，記得繼續咧睇片同埋訂閱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